幫學校揀天花燈，你知最重要係咩條件嘛？就係護眼。好多學生話眼睛攰，睇唔清黑板，其實好大程度係燈光問題。揀 LED 燈一定要睇顯色指數 CRI， 要揀 CRI 大過80嗰款，書本顏色先還原真實，學生睇嘢先清晰。仲有一定要有防眩光設計，唔好讓強光直接射入眼睛。最近有學校問我哋話佢哋經機電工程署換咗兼容光管，但市面上好難買到替換品。其實有3個解決方法：一係買三雄極光原廠兼容 LED 光管 T8 或 T5 型號都有；二係選用飛利浦等第三方全兼容管，換上 LED 啟動器即裝即用；三係請合資格電工飛線改線直駁，日後買普通標準 LED 光管就得，最慳電最方便。走廊、樓梯同出口位置都要裝符合消防處條例嘅 LED 緊急照明燈。Mirai 提供一站式設計同安裝，一次過幫你搞掂。如果你係學校或社署津貼 NGO 中電嘅節能改善計劃，提供免費能源審核、度身訂造方案同埋100%費用資助，上限高達500萬港幣。大部分學校可以做到零成本升級。想了解更多，即刻聯絡我哋。